MOCC 咧過去12年做咗唔少嘅工作。MOCC 一個係推動年輕人參與咧，都係重要嘅一環。現在係 MOCC 學人就任儀式。接下嚟係氣候深談嘅環節。我哋去買一樣太容易，呢一方面我覺得大家都要提點下自己，做到係真係負責嘅消費。我覺得都可以多啲從軟性感受嗰方面嚟去引發嘅，反而喺佢嘅生活習慣裏邊，佢接觸到嘅嘢，佢感受到嘅嘢，嗰啲先至係可以影響人嘅行為，由個心開始。